喺香港離婚唔係話簽個名冚個章就即刻搞掂㗎。首先咧，你要上家事法庭網站去搶預約，名額有限，好多人排號都要排到成好幾個月之後，就算係好彩揾到位，仲要等排期聆訊，半年算係快㗎啦，幾年都唔出奇。咁點解咁艱難嘅呢？第一，法例嚴謹，香港離婚咧係屬於司法程序，唔似內地民政局雙方同意咧就即刻完成啦。響度咧必須要向法庭遞交呈請書、答辯書、財務披露、子女管養建議等等700份文件，差一個表格都攞唔到離婚紙㗎。第二，程序繁複，表格用語法律化，普通人唔熟手嘅話，填錯一項即刻被書記退返嚟，重新排隊，成個過程漫長又煎熬，情緒、金錢、時間通通都蒸發晒。行政事務所設有專責離婚團隊，每一日同家事法庭交手，熟悉每一個細節同埋截止日期，可以代為整理文件、預約排期、提醒補件，令到你可以一次到位。免走冤枉路啊嘛，全程跟蹤，拒絕事後失聯，快啲同我哋聯絡啦，獲取初步評估。